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罗马的西斯汀教堂庆祝闭园啊，代表梵蒂冈已经选出新的教宗啊。新教宗伊是美国人，美国的枢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名号24岁，嘛是头一个美国籍的教宗。伊今年69岁，未来要带领全世界14亿个天主教徒。拄则伊嘛头届对外发表演说，伊祈祷所有的人拢平安。崔伯汉7点半，今年69岁，在美国芝加哥出世的枢机主教普瑞佛斯特，第一遍出现在咧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顶。伊当选成为普世教会第267任教宗，名号号做24岁。圣伯多禄广场10万人用歌声、祈祷加普仔声见证这个时刻。Fratelli, sorelle carissimi, questo è il primo saluto del Cristo risorto.Il buon pastore che ha dato la vita per il gregge di Dio. Anch'io vorrei che questo saluto di pace. 这天下昼，西斯汀教堂的言堂庆祝闭园，表示司机主校经在私密会议内面选出新教宗，民众欢喜发声。24岁，互人认为具备真侪教宗必要的特质。2年前，迄当阵的教宗方济各选伊做教廷主教部部长，负责推选后一代主教。伊也捌伫咧秘鲁做传教士几多年，是拉丁美洲宗座委员会领导人。It was a huge surprise. We never expected an American to be elected Pope. I think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backed Prevost for Pope. Because remember, he had worked in Latin America both as a bishop and as a priest for 20 years or more. So I think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saw him as one of their own, not a gringo. 24岁第一遍发表会，伫全城甲全世界文告内面，讲基督行伫咧头前，世界需要夜光。感谢所有的司机兄弟选其做波多禄的继承人，并且向罗马的教会致上特别的问候，希望会让做伙成做一个传教的教会，一个搭建桥梁对话的教会，像这个广场共款，永远甲双手展开，接纳所有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咱各地头高温普遍拢是伫30度至34度，台东是有机会出现火烧风。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台东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是透偏南风，水汽有增加，云嘛较高。南部、东南部、外岛拢有短暂阵雨。过昼了后，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北部、宜兰、花莲，也有中南部的山区，雨水会较明显。暗时，各有方面要靠近台湾，中部以北就会转做有短暂雨的天气，也是落雷公雨的天气。来关心魔鬼海星，这款海星即马对全世界的漩涡打已经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就表示，这款海星伫东沙宽大国家公园大生团，一直咧食石漩涡，就算有咧风滴嘛是清袂离。所以专家和环保团体拢呼吁政府爱投入搁较侪资源来处理。激光海星规世界生团吸伫咧石漩涡面顶，每一只拢是40公分以上。创水人员一手注错酸，一手摕钩仔要甲移除。去年开始，内政部就找志工来斗清。不过，单为东山宽大转来的漩涡学者戴明书表示，这激光海星脱困的情形是比以想的更较严重。清楚都比这个预估都代表什么？我们已经超乎预期。那现在我们的东沙的热带雨林正在失火了。地平署公布上新的相片，讲这激光海星过境的所在，漩涡差不多拢去互食了了，敢若剩骨头。目前监测东沙宽大的南部，这海星分布超过10公里长，海底敢若会当用青惨来形容，底起来是真恶福源。关岛1969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以前。地平署表示，虽然一直拢有咧处理，不过这个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当面对的。应该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这个防治小组行政院下，特别是要政务委员这个等级来，因为这个已经关系到
拓展开来，变成全国性的事情。这激关海车也是去互注册省就会烂去。根据关岛的经验，这激关海车问题若是无去处理，伊2年半就会等个活的酸雾全部截掉。地平署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想办法，目前除了垦丁甲绿岛，连家人嘛看会到。国家公园署是表示，去年就已经有组成应变小组来处理，这2年外来是已经移除要5万只，会阁继续拍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继续在升悬。CNN 即马报讲，双方有派出125架战机伫空中相战，战超过1点钟。巴基斯坦的官员就形容讲，这是最近上大规模、时间上久的一场空战，嘛表示引用中国做的歼10CE 战机去拍落来印度一架法国做的战机。不过印度这边是驳回讲无影无迹，因无战机互对方拍落来。来看联合报，为着要解决大客车司机欠司机的问题，交通部希望开放伫台湾读册毕业的侨生，毕业了后通留伫台湾驶客运。劳动部自本已经有过修法，也毋过最近过向法庭。劳动部是强调讲，因为外界对这个政策有真侪意见，所以要慢车推动。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基隆地检署侦办南洋罢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联署涉嫌死亡联署这个案，查出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的主委吴国胜，伫交保的期间涉嫌甲也未见光的共犯被告证人拢有见面。检方惊伊去串口径，昨昏检方是以新的事情向基隆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透暝开羁押庭，伫半暝啊裁定甲伊收押禁见。因为伫台北市5个国民党的立委的罢免案，第2阶段的联署书拢已经送件，其中市卡新的罢免联署书41867份，达成率175%，目前是排全国第1。另外，罢免台南的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和王定宇的假造案，因为涉嫌伪造文书、违反告诉法，检方嘛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等11个人起诉。大罢免！全台罢免联署持续在进行，目前拢总有35个泛蓝立委、15个民进党立委进入2阶段，并陆续在送件。这被透早罢免外事部王芳美，也有市卡心等团体交2阶段联署书，其中市卡心案在选委会清点前已达成率175%，将排全国的头名。其实我们实际收到的比这个多，我们收到的41867份，是178%，因为后来造册来不及，所以留了这个600份做这个备份。市卡心回应尊重，讲家己一定会赢，只是国家罢免赖书宝的34040分，王芳美的45818分。即马台北市5个南委罢免案已经全部完成送件。该来的总是要来哈，我们很多位委员也都做好准备啊，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会全力的来在这个3阶的部分来赢得我们选民对我们的支持。台北市国民党的5位立法委员，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在新北罢免南委洪明凯甲廖先祥的团体，嘛选伫同一天送件。经过团队造册，廖先祥案达到36744分，洪明凯案有54888分，件数是全国上济。洪孟凯是全国第1高票当选的立法委员，所以他值得全国第1多的联署书。看得出来罢免团体的用心，但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把关以及监督现在的政府，这才是现在台湾主流民意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洪明凯发讲要正面迎战，在罢免立委部分，台南地检署侦办林俊宪甲王定宇的罢免案，针对涉嫌伪造文书、侦查终结。检方起诉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曾占奎等11个人，另外37个党工也有亲友等人，因为涉嫌协助抄写、伪造名册，得到原起诉的处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南北伫赢进前4月26日时，有招民众去凯道反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郑正乾即马红一记，进前红发机讲伊动员期间去参加这个活动，结果呢，伫新竹一间开养生馆姓何的负责人是跳出来讲，人拢是伊招的。即马这个姓何的头家。控制控讲涉嫌对新住民放荡来暴力讨笑，
那伊和伊的共犯，即马拢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如果没有找出来，我要告他抹黑我。我明明是没有做什么不合法的事情。我有点能力，我照顾我全部的爷娘姐妹，没有工作来我这边工作。几工前也个大声发言咯，讲永庆馆是合法经营，是要互越南妹姊妹一个工作机会。若被定压，就民众树立了上凯多反罢免。国民党立委陈正贤被质疑动员义工参加，随后这位姓何的负责人讲，伊是主动找新住民朋友上凯多支持。不过这马团讲，伊涉嫌放过离台和港乡，并且暴力讨笑。对此，陈正贤办公室回应，陈正贤唔知这件代志，也无甲这个场所有任何合作关系。抬轿，再轿，再有理由，再有理由。这个查甫人一直拍一个查甫人，到有人再动才停来。这是新竹乡坝发言人林志杰所标出来，在永庆馆外口发生的监视器画面。检警找人到永庆馆甲负责人的徛家搜查，当时具体姓何的负责人甲共犯姓马的查甫人，同时传讯相关证人到案说明。信后依照家当同理、恐吓、违反个资法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竹地方法院伫翠北裁定收押。新竹地检署强调，对这种用不法的手段对新住民放动力、暴力威胁，或者是非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等行为，将会依法积极侦办，对查幕后不法的金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调查局的调查官易正宏，真正是因为指控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抄论文引起外界关心。今年2月份的时，伊是因为牵涉5000万的诈骗案，涉嫌利用职务去查人的个资，尾也以50万交保。那检方即马在追查的时，佫查出案外案，讲易正宏涉嫌联合恶盗向证券的营业员去讨销。易正宏昨昏佫互约谈，尾也是加纳20万交保，即马限制出境出海。这次要不约谈是哪部分没有讲清楚吗？都查各资人的钱有拿回来吗？穿乌色外套的这个就是调查局的调查官易正宏，昨昏第2届互检方约谈，因为检方调查伊牵涉诈骗案的时，有发现讲有2个嘉义市的警察局警员涉嫌把个人资料提供予恶盗，再佫向同一个证券的营业员动私刑暴力讨销，尾也趁到上百万。昨昏约谈包括易正宏在内，计共6个人到案。检方是表示，对讲这幕后到底是向主事的，因拢讲话讲甲无共款。经过透明审问，易正宏是佫加纳20万交保，即马互限制出境出海。其他消息来关心，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拜三的时是形容总统赖清德是希特勒，讲伊迫害在野党。也那德国的在地协会、以色列的驻台办事处针对伊的发言拢发表声明，谴责朱立伦的言论认为大屠杀的，这是对大屠杀罹难者真无尊敬，而且无法度接受。行政院嘛表示，检调针对不法的调查，即马摕来含外国特定种族的屠杀，安尼2个咧相比是无法度相比拼，而且是无适当的。不过朱立伦呢，伊伫昨昏是搁一摆呛总统赖清德，讲总统赖清德独裁，而且爱外国政府唔通替伊讲话。今天赖清德，你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你要记住，你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大罢免引起朝野对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切次用希特勒批评总统赖清德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引起德国在台协会关注。切次报名入面册声明，强烈谴责点名对朱立伦的言论感到失望，强调台湾绝对免甲国家社会主义目前相比。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也表示，将对纳粹政权暴行加即马台湾政治情势做不当比较言论感到失望甲烦恼，对大屠杀死难者是真冒犯，而且未用接受。行政也发出谴责，指检调针对不法调查甲国外对特定种族屠杀无同，完全无法度比如。伤痛不应该被当作攻防的语言。我们认为每个民族或国家曾经经历的历史伤痛，不管是威权统治、殖民统治或者战争的冲突，都有它的特殊性。朱立伦切被针对发言引起争议，回应表示，外国政府并假做迫害民族的帮凶。国际社会大家应该共同唾弃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要帮有可能伤害民主、迫害反对党的独裁者讲话，更不应该干预
各国的内政。这不仅是触怒了德国相关国家，这恐怕是触犯了欧洲国家的红线。朱立伦强调，安境大可能侵害民主经济的行为，坚持多元开放的政治环境，保障言论自由甲集会结社权利。入会时批评朱立伦身为在野党主席，发照国际观应该出面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80周年，总统赖清德嘛有代表咱政府头一届去参加纪念活动，引起外界注意。赖总统伊是表示，台湾和欧洲拢有受到极权集团的威胁，也根据二战的经验，若是吞论，敢若会互对方软土深骨，所以爱团结，互侵略者无机会来乱。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洛西亚访问，伊讲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的结果。若外交部有批评讲，中国讲的毋是事实，中国是想要消灭台湾的主权。From V-Day to every day。5月7日，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80周年这天，总统赖清德邀请17个驻台大使出席咱国头一届举办的纪念活动。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洛西亚访问，佮写予洛西亚官媒，内容讲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互外界解读赖总统甲习近平伫抢二战史观的话语权。总统，你怎么看习近平说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胜利的成果？外交部正式反对习近平的论述，强烈谴责误解历史，想要消灭咱国主权。赖总统接受财经杂志专访的时阵嘛，提起家己是不得已，嘛只好根据反渗透法，甲中国定位做境外敌对势力，目的是要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也有台湾人民会当长久平安。伫欧战胜利日的谈话，赖总统回应历史，提出3大主题，表示台湾甲欧洲拢面对新极权集团的威胁，所以应该做伙团结，守护家园。2战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与国家，在此时此刻，务必要一起合作，在风险成为危机变成向外扩张的野心前，就紧密团结起来，让侵略者的野心毫无可乘之机。 We should also draw our lessons from this experience. It is our duty to ensure that this is never happening again. And upholding the truth is part of this. This means to push back against distor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revisionism, and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伫目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时阵，赖总统强调台湾甲世界民主国家徛斗阵，捍卫自由甲和平，展现共同抵御侵略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财政部伫昨昏公布海关进出口的统计，总出口金额美金486亿6，也若进口毛美金414亿6，拢是有史以来高一个月的新高。财政部认为讲，会安尼是因为川普关税政策，而且半导体产业需求量大，客户即马拢有赶紧咧传货，嘛赶紧咧拼出货。精密的工业电脑零件经过加工制造，即马伫美国总统川普政策影响之下，出口订单一大部分加速急单。工业电脑大厂威电，美国市场营收比重就占39-35%。即卖美国半导体关税就要宣布，厂商是赶咧出货。我们的客人目前的反应大概都是把之前原来在 Q3 要出的货，尽量希望能在 Q2 把它出了。那 Q3 现在的需求，说实话，以美国客人来讲，稍微比较观望。那我们也持续跟客人做充分的沟通。目前这关税缓冲期，厂商评估有希望因为极端效应甲提早出货带动整体营收动能，单季出货成长差不多1到2成。不过面对半导体关税，也佫有汇率双面夹杀，厂商毋敢担心。赶快状况毋是单一个限，财政部公布4月进出口486.6亿美金，是历年单月第一关。4月份的出超是72.1亿美元。客户端的积极备货，4月份的出口比上年同月增加112.1亿美元。
财政部分析，主要出口货品也是甲人工智慧相机关联上大，自通信产品出口188亿美金，是历年单月新高。半导体相关设备进口也有414.6亿美金，甘款创历年单月第二高。不过，国际货运方面，所因为美中之间高关税竞争，相比货运量减少真济。根据货柜对踪服务业者资料显示，为中国运向美国20手货柜订单量达到45%，包含囡仔用品、运动器材、生活杂货，全部受影响。确实，我们看到从大陆出来的电商货是有减少，那幅度也不能说不大。美国还是有豁免的一些产品，当然我们也还持续在关注整个大陆出口的一个状况。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货机做一些调整。国际局势变动大，航商爱扭抓调配应分策略。考察机关税缓冲期结束了后，国际产业链也可能定做外界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初步宣布和英国达成头一个贸易协议。英国要放零进口美国的产品，包括牛扒、乙醇这物件，卖降低对美国的关税。美国这边嘛同意要对英国进口的车当年配额10万只，而且适用10%的对等关税。伫咧前一天，有过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了。美国总统川普初步甲英国首相史凯尔环游通电话，最近宣布达成第一个贸易协议。川普讲，细节正伫咧确定，所落来几礼拜内面就会完成。言语伊承讲，英国将会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牛肉、乙醇等产品。The UK will reduce or eliminate numerous non-tariff barriers that unfair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American products, but this is now turning out, I think, really to be a great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because it'll be really great for the UK also. So they're opening up the country. Their country is a little closed, and we appreciate that. 川普甲史凯尔拢讲，这是历史性的协议。不过，这份协议依然保留美国对英国进口产品扣10%的关税条款。英国是同意加关税自5.1%降到1.8%，并且提供更加侪美国商品的进口管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英国将会宣布卖100亿美金的波音客机。英国为劳斯莱斯飞机引领和波音公司，美国同意引领甲飞机零件免扣关税。史凯尔讲会赶紧实施这款措施。It will remove tariffs on British steel and aluminium, reducing them to zero. It will provide vital assurances for our life sciences sector, so important to our economy, and grant unprecedented market access for British farmers.Without compromising our high standards. 专家认为，英国会当成做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国家，主要是因为美国对英国贸易是少数顺差的国家。史凯尔政府一直希望英国伫咧脱口了后，甲美国、中国一个欧盟会当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也莫伤偏倒一边。We're still in a highly uncertain economic situation. While it is beneficial to secure this kind of narrow deal with the US,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wider eff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US volatility that will affect the UK just like they'll affect many countries. 因为美国甲中国将会伫咧随时日内化针对关税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贝特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将会先互经济降温，才有可能有进展。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写。需要降温咧，有一个所在，这是印度军方进前用飞弹去攻击巴基斯坦和属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这个所在。因为巴基斯坦的军方嘛有随反攻，讲有拍落来5架印度空军的战机。即马西方的分析家是分析讲，这个所在局势有加悬的趋势，其他的国际社会嘛呼吁这两个国家爱冷静，拄好就好。这是印度军方上新公布的画面，显示印度空军战机以飞弹攻击巴基斯坦和巴国控制克什米尔境内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但是巴国除了颠倒指控印度攻击平民社区，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以外，因加登港都在边界发动轰炸，做出反击。ये वो बुज़दिल दुश्मन है जो निहत्ते इंसानों पर वार करके खुद को ताकतवर समझता है, लेकिन कल रात हमने साबित कर दिया कि 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फजल करम से पाकिस्तान अपने दिफा में मुंह तोड़ जवाब देना जानता है।
根据印度军方的讲法，巴基斯坦的边界轰炸是造成15个人死亡，43个人受伤。另外，托尼基通讯社因巴基斯坦军方的消息，讲18国伫空战内面，甲5架印度的战机拍落来，包括3架法国制的标风战机，佮有俄罗斯制1架 Su-30和1架米格29。不过，印度方面也无对这做出任何反应。卡达半岛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讲，除了轰炸，印巴两军嘛沿克什米尔控制线，互相以小型的武器来射击。另外一方面，除了各主要国家和印巴自我克制，嘛有印度的分析家认为讲，巴国的反击是为了要拼一个民主。互相开战的状况，落尾嘛是安尼就刷去。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后礼拜要去中东访问，而且是宣布美国要甲波斯湾改名号做阿拉伯湾。因为美国的迪士尼初期嘛宣布，因要伫中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来起一个全新的主题乐园度假村，这就会是迪士尼伫全世界第7个度假园区。Today, we celebrate another thrilling moment, the creation of a spectacular new Disney theme park resort coming to Abu Dhabi. 迪士尼设备公布财报，同时宣布新主题乐园计划。这主题乐园度假村会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的亚斯岛。迪士尼甲真高雄电竞式互动科技阿联企业米拉尔集团共同打造。阿布达比观光部甲米拉尔指出，新乐园会结合互动科技精华，为跨世代呈现放眼未来娱乐形态。美国用娱乐休闲产业进军阿拉伯世界时阵，伫国际外交舞台有新的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按上13访问中东，计划宣布正式将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美联社伫7日引用无出名官员的话表示，这项消息。初次伫白宫办公室，川普也间接证实这个计划。Is referring to the Persian Gulf as the Arabian Gulf? Are you going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on your? They're going to ask me about that when I get there, and 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伊朗伫古代波斯帝国的境内，波斯湾的名字为罗马时代就开始用。16世纪，大家拢知影有地理标志的历史意涵。阿拉伯国家长期也是要改变这片海域的地理名字，不过遭到伊朗反对。2011年，伊朗也捌威胁控股谷歌公司，无伫所谓地图标示波斯湾。目前美国版地图伫波斯湾了后标示阿拉伯湾，这改名消息引起伊朗政府反对，是不是影响美国甲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进度？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北京并2003年摕到 AI 的主导权，中国的新创公司 DeepSeek 下边的 AI 即马当在大发展。美国虽然目前是占科技龙头领先的地位，也毋过嘛正谨慎咧提防。美国的参议院有举行 AI 的听证会。超美的执行长苏姿芳访问着讲，中国是输美国偌济，即马伊是回应讲，中国即马当在弱，而且中国有真侪步数要达成因的目标，要来拖慢中国弱的速度，就爱靠咱台湾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来看缅甸3月28发生规模8.2的大地震，泰国的曼谷一栋大楼嘛熊因为安尼崩去，造成89个人死亡，即马还有8人失踪。搜救行动5月7日伫明仔就要发停啊！泰国的特别调查局调查这个大楼起大楼的中国的建商中期集局，嘛发现讲起大楼的物件内底有30个假工程师的签名。继续关心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有发布2025年幸福城市的指数。这个报告内底，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第1幸福的，咱台北去年排第46名，今年已经抢关到第8名。另外，咱的新竹、彰化、高雄、台中、桃园、台南甲嘉义家人嘛拢有排着名。新竹东区一间私立的幼稚园，互家长通报涉嫌苦毒囡仔。这个所在，这个幼儿园3月份的时已经停业啊，检调嘛继续咧侦办。新竹的检方针对姓张的负责人、姓赖的园长、甲姓吴的助理教保员，拢认为因有拍囡仔行为，即马依照违反儿少法甲刑法，甲因提起公诉。
听到咁的声，这幼囝红对三领兄救起来。即间伫新德市东区的私立幼儿园，和家长通报讲不当管教涉及苦毒囡仔。新德地检署采别侦查终结，起诉书指出讲2月中，姓吴的助理教保员为着要制止4岁的囡仔，甲教伊的佚佗物收起来，伫幼儿班教室救伊的三领。2月中，伊阁为着要阻挡另外一个囡仔去做共班的，伸手揪伊的头鬃。细条的负责人嘛对囡仔扇喙皮，嘛有拍其他的囡仔，不当行为上侪摆。另外细大的园长除了摕囡仔的手家己扇喙皮，阁逼囡仔册柜罚卡，3个人互认定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包括他的师生比他的空间都是违规的，那教育处也一再的裁罚，甚至在去年的时候还叫这个园所的老师呢去上课去做正向管教的辅导，但是呢还是一再的出事。面台指出讲，这间幼儿园进前都有违规的记录，事情比无符合规定，阁用无教保资格的人员做教保服务。对去年底开始已经有400个裁罚记录，虽然讲已经停业，但是民间团体呼吁苦毒囡仔的事件一直传出来，主管机关应该把相关案例整理，再用正向表达的方式，让第一线教保官知影拄着安怎处理。日本他们也是有这种机构儿虐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有列出来，就是你的正向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负向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为何？民间团体提起讲，家长选幼儿园会当加查敢有违规的记录，另外幼囝若拄着不当对待，有可能会出现奇怪的情形。家长会当加听因讲，加引导，注意囡仔发出的信号，再反映给学校也是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行政院会昨昏嘛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2岁以下的托育单独立法，重点是包括伫有关居家托育人员提牌的资格，嘛要求托育机构、托育中心拢爱有录影，爱保存30天，而且拢爱甲这画面传到地方政府的云端。也那托育人员总共有牵涉苦毒囡仔，相当会罚60万，嘛会公布行为人，也有托育机构的名。最近这几年，真侪件儿童虐待事件，互大家真注意。为开案到幼儿园不当对待，一直上新闻。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为2018年到2025年3月，托育设施甲居家托育人员拢有大幅度成长。行政院采备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法律改提升到全法，针对0至2岁托育规范单独立法，拢总有6章78条，所来要送立法院审议。请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积极建立制度，并整合资源，结合民间参与，发挥对家庭最大的支持力量，与家长携手，共同为孩子打造安全、友善而优质的成长环境。草案5大重点包括提高居家托育人员职业资格，增加保姆记点制，明定托育机构爱录影，而且保存30天，团起你地方政府的电脑，也甲托育相关人员若是有身心虐待，也是情况重大性骚扰等，相关的当罚代票60万，并公布行为人的姓名加机构名称。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3读通过了之后，那期待是6个月，我们能够把这些执法能够完成。对儿童法草案，托育团体正面看待，不过嘛提醒相关影像的调阅必须要有一定的事情，而且要做好文书甲治安的防护，不可以让影像就是有外流的疑虑，因为这不只是对老师，也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因为那个其实是各自影像的一个孩子生活的一些情况。现在的管理机制里面会允许，真的是少部分的托育人员，他们可以不断的在违规、辅导改善跟再犯的这个循环里面，其实不能够缺少的是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场机制。相办真侪县市政府居家托育服务的偏袒如基金会建议，相关法条应该落实建立无责任托育人员的特定机制，通确保受托儿童也甲家庭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份红线列车昨早有一架列车对高雄车头出站了后，车门的玻璃是向落落来，佮飞出去。加载是无去击到人。高雄这份是表示讲，逐工要出车进前，因拢有做检查，因若即马会佮全面斟酌检查一届。发生意外，高雄这运车厢登去维修厂，大门玻璃落无去的所在，已经用铁布先搭起来。差别早起7点外，红线这台列车对高雄车头站开出站无偌久，车门的一块玻璃就规片落落来飞出去，加载无造成人员受伤。高捷接到通报，赶紧派站长上车了解。马里新泰分区站安排250几个民众坐后一班车，不少民众看到这车门玻璃飞起的画面，拢感觉实在是伤害嘛。在香港从没发生过。很遗憾，从没听过。
那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有点夸张。这如果是在运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很危险，可怕，而且小朋友在应该也会打到他们吧。通车17年的高捷头届发生车门玻璃飞起的意外，那民众感觉喊过，就连高捷也想无是安全发生的。高捷表示，目前是排除人为佮外力的因素，初步研判可能是固定玻璃塑胶皮啊老化造成的。不过因为车门玻璃是永久固定式的，不是消磨品，因要向原厂反映，原厂也讲，目前国外也没发生这款情形。我们今天晚上也会针对现在全线所有的列车来进行这一个全面的检修。那目前场内的列车都已经检修完毕，目前在场内的列车是没有相同的现象。那预计在今天晚上会完成所有车队的检修。高捷表示，每一台车逐工发车进前拢会先做检查，亲像玻璃落去的这台车，所有检查拢正常。另外，还佫等原厂排时间派人来检查，即摆会先甲规片车门拆落来保全状况，换一对新的车门倒起来，互列车先正常载客。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呀，拜三暗有一个越南的乘客坐区间车到台南车头落车，结果呢又炸一个袋啊，这个袋啊内底底400万的现金，伊是袂记哩关。加在随通报了后，这个袋啊有找回来，钱嘛有找回来。也毋过为什么会炸这么侪现金去坐火车？即马铁路警察要去了解这钱的来源甲用途。黑色的袋啊，包好，代替人员唔敢带去，因为内底装差不多有400万。代替切切暗时，有一个公司做就在买卖越南籍姓胡查甫人，为代替中州站坐区间车上班，伫台南站落车的时阵，未记将政府钱的袋啊摕走，缩留伫车厢内底。埔民遂至台铁台南站服务台，请求台铁人员协助。经台铁列车长于车厢间寻获与民众描述特征相符之提袋。今天晚上8点，狮子会到入境所先做笔录之后，确认狮子无误之后，我们会将这个400万的遗失品，我们会交还给旅客。这次透过亲人甲警方联络，特别暗时去警局说明考虑安全问题，已经升上去新兴站，由警方甲铁警共同清点。不管伫车站，因为金额伤过大，除了调监视器确认失主的身份，也要调查清楚钱的来源。资金的来源可能是涉及洗钱防治法，或者是实际的使用用途，这是我们查证的那个主要的内容。这样子现金落地的大众运输顶悬，毋是头一摆。自2019年经济费陈明文也捌将300万现金落地高铁，因为这是台铁史上上大一笔的旅客维持现金案。为设置铁路警察表示，后续查证失主讲法，确保是毋是牵涉设置等不法所得。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今年年底进前，按算要伫全国各新增加1700多位过路人专用号志。为着要增加地方政府设号志的意愿，交通部嘛表示，表现好的县市中央会有奖励。路口红灯的号志还未换市顶进前，过路人会当通行的小市人的灯号先光。过去人车灯号是公布策划，但这个路口提早4秒，让过路人先行，降低人车的冲突。行人先走的方式，这样子车也不用等太久，然后就是感觉也不会说。有人真的要硬转的时候，那个会有点危险。大的话，你如果设计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它如果是小的那个路口的话，你设这样子，行人先走，每一次都塞车。另外，过路人专用时尚是高车路口所有车禁行，过路人会当对角线行过去。目前过路人专用时尚和过路人早开时尚的路口，全台湾已经有6000多个所在。交通部表年底进前增设1700多个，佮提供奖励。奖励的部分就是前2名的县市，一个15万，一个10万，诱因大吗？这个只是针对说，如果你可以增加的数字多的话，我们给他一个奖励的机制。车辆要右转，根本转不过去啊！宝马线都有人在走啊，你应该要是更强有力一点啊！好啊，你要求县市政府。交通部强调，为了要改善车路的环境，是提出道安3件，包括改善路口斑马线的照明，推动汽车隔热纸透光度的管理，扩大斑马线和车辆停止线的距离，拢会对法制化的方向来约束。另外，最近台票一直起，交通部嘛讲可能影响到咱国的观光市场，观光署密切注意，无排除提出补助措施。观光署现在先很细致的去了解到目前数据的变化，例如说国外旅客来台旅游的人数有没有突然降
降下来。好，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赶快去拟定方案来协助我们的业者。交通部研判会有两个全面的影响，除了出国变俗的影响各地，各会烦恼国外旅客因为消费变贵减少来台湾，会较紧拟定方案来帮助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老大人有交通的需求，嘛爱兼顾时代安全。有民间团体和学者即马就呼吁讲，包括高龄者每3年爱换驾照、爱做认知测验这些物件，拢应该由政府专业补助。早起9点外，台大病院外口的中山南路和中德路口车就真多。行人的车红灯一个变车灯是干那48秒通好行。对部分老大人来讲是有淡薄压力，稍微慢一点啦。我们老人就是希望时间长一点啦。当然时间长一点比较对我们老人家比较好。这伙人要死过去是要安怎安全、有尊严搁里边？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是建议讲，把这伙人的移动权明文写入老人福利法的修法，而且由中央当年编预算推动相关规划。大众交通工具的低底盘公车的涵盖率，第二个是偏乡的即时反应式的公车，应该都要一并的处理。这回驾驶比例增加，生理机能退化，这几年不是有这回驾驶出车祸，联盟甲学者是用换驾照做例，会当引进阶段性的认知测验，由政府专业补助，互因搁去上驾训课。我们现在的运输系统交通又非常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复杂，在他们换照之前，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就让他们去上这个驾训的课程？交通部的代表表示，这伙人换驾照，大家国家管理年岁角度无同。台湾是规定75岁了后3年换一届，嘛已经讨论真济。民团提建议，会甲公路总局看办事调整检讨。也那移动权的保障是一直有咧改善。不过，嘛会阁看要安怎做，会当更较周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的资源回收量一直拢在增加，有民众就反映讲，出门去拼粪扫，粪扫拢拼好啊，粪扫车嘛走啊，回收车煞也未到位。是即期讲，台南的回收运量是毋是无够？环保局是表示，目前已经有加派回收车，也毋过嘛强调讲，要对源头来做粪扫回收量减量，才是解决问题关键。一人踮路边排队等粪扫车，后壁有专回收车接你来。不过像安尼情形，并不是各区拢同款。但是近来有民众反映，台湾粪扫煞等无回收车。根据了解，是沿路资源回收量上大，车载甲地满，爱先等于回收场道，兼派车过来载。有民代认为，即摆回收车一礼拜敢若收2天，一日还得满，建议环保局爱做调整。为什么迄时间来啊？毋是跟保险车同款的时间，啊，搁一趟来啊，等足久的呢？按个回收的足少，拢常因为回收的物件较济嘛，然后要等拢足无方便的啊。你去甲伊增加伊一礼拜收的日数，譬如讲为2天变3天，还是甚至变4天，安尼就当解决这个资源回收车对袂到一般的垃圾车的这个问题啊。环保局表示，一台回收车平均载400-500公斤的回收量，对疫情了后，外送参网络买物件的人愈来愈多。特殊资源回收粪扫量对2020年549139公吨，到2024年606741公吨，总量增加超过1成。目前伫历史收运的辅助点已经增加1天的回收时间，嘛有咧研拟看敢要调整做分工分类。做回收，安排这个车辆在做接驳，大概一部接驳车辆大概会分成大概3-4个线来进行接驳。那此外，我们在日间辅助点的部分，就礼拜1到礼拜6，现在有12个区队在试办日间辅助点，会去挑选其中一天，垃圾车会跟着回收车，来疏解我们这些回收量比较多的一些路线的。若要增加回收的日数，环保局表示，这需要人工甲车辆短时间内佫无法度实施。环保局嘛强调，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源头减量才是重点。目前伊嘛有咧送环保外送，鼓励业者使用循环容器。到大约127间餐饮店家加入，希望透过制度化来减少废弃物。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中华，
中华300年历史的关键古迹梧桐宫，伫初七下晡有民众举刀啊冲入去庙内底，甲神尊破坏，有27尊神尊受损害。警方即马表示，这个姓陈的嫌犯，伊的情绪是真无稳定，而且伊嘛是卫生局追踪关怀的精神病人，专案的依法上班，嘛已经先甲嫌犯就医。监视器翕到一位伫安全帽仔的查甫人冲入去庙内，先甲香炉引倒，才阁跳起伫神桌顶举刀啊破坏神尊。中华关键古迹梧桐宫初七下晡发生民众情绪失控，举刀啊冲入去庙内破坏的事件，警方接到通报，遂赶去现场压制嫌犯。经员警到场了解，陈姓涉嫌人骑机车自盖公庙，因不明原因毁损神像，由庙方主委现场向警方表明提出毁损告诉后，警方宣告全力后逮捕，待反所侦办。根据庙方的统计，拢总有27尊神像受到破坏，有的神尊拢有100-200年的历史。庙方宣布庙门关3日，全力处理修复的工课，谢绝媒体采访。嘛因为受损的神像毋是指定古物，无适用文字法的法则。那无，伊就是一般民俗的程序来处理这件代志，就是恢复原状或者是损害赔偿的问题。伫神事可能会有毁损罪甲亵渎庙宇的问题哦，这个部分就是阮爱去看伊是毋是有精神障碍的状况。讲话还是表情、胃口种种各方面拢会当观察到，讲这个人是毋是有需要看医生，千万唔通歹势讲，还是讲病院行袂入来，无治疗，随时拢会发生一寡事故，对社会迄个伤害是真大。警方表示，这位69年厝姓陈的嫌犯情绪无稳定，是卫生局追踪关怀的精神病人，已经配合检方的调查，先协助就医，专案依照毁损罪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国际博物馆协会今年头一届推动国际古迹博物馆节的活动，全世界27个国家260个古迹有入选，但台湾唯一有入选的历史建筑伫新北淡水。这个建筑大概是1900年的时候盖的，那是一位日本画家木下进来先生他居住的地方。日本时代的画家木下健介自1923年开始住伫遮23年，伊真到画水墨含加彩画等等，伫咧台湾生活的时画真侪日本时代淡水的景致。这栋100多年历史的建物，伫咧2010年订立做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今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头届推动国际古迹博物馆日，全球有27个国家260个古迹入选，其中伫台湾唯一有入选的，就是木下健介的旧厝。大概来选，拢会选有政治人物啦，吼，或者是讲较有名的商人啦。感觉讲，因为阮淡水是一个有艺术、有迄种艺术氛围真侪、真大的所在，所以讲以阮淡水地方的特色，甲阮为阮淡水的画家的迄种故事来选。这栋用砖啊架起的2层楼西洋风格的老瓦厝，木下健介甲号主姓挂庄，已经注重淡水的地方建设，捌做过淡水家协议员。伫咧美术方面，嘛是官方美术展、台湾美术展览会的推动者之一。伊嘛捌做过台展的审查委员，伊鼓励台湾人用写实的方式来创作，对真侪台湾的艺术家，比如林玉山、郭雪湖等等，拢有真大影响。因为台湾岛伊的风土啊、民情啊，这自然风光是拢含日本无共款。所以因是期待讲，按台湾会使创造出来按家己的这个美术的特色就对啊。目前，这栋历史建物由新北市淡水国际博物馆负责管理。故居内底有展览来介绍木下健介一生，各无疑伊英国画图的所在等等。官方希望透过这个建物，也有历史文献，让民众了解木下健介伫咧台湾生活过的脚迹甲贡献。记者卢尚如、郑准由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高雄做赢的上瓦烂地。是国家级的湿地，当年4月至9月是保育类的菱角鸟生团的季节。因为菱角鸟是由公的来孵卵带囝，所以嘛一声真侪人来看。
长长的乌石尾溜，颔棍遐有一搭野目的黄毛。去年伫走行的上啊，南马地记录到的菱角鸟捕卵正珍贵的画面。这当年对4月开始，就率先古菱角鸟飞来做收生卵，上济时会当看到10外只。台湾湿地保护人民讲，因为换毛换好的菱角鸟公母生甲真相共，若是要分公母，看啥人在捕卵带鸟仔囝就知，因为菱角鸟是少数由鸟公来捕卵的鸟仔。其实水蛭它公母长得都差不多，都会跟那个我们的学员讲说，那如果你要辨认的话，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假设说你很幸运的看到它旁边正好有带小宝宝的话，那因为在水蛭的世界里面负责带宝宝的是爸爸，所以它就比较高的几率就会是公的水蛭。面积9公顷外的树啊，南马地原地是一地灌溉池塘。公园处对民国91年开始，甲联名合作，保留南马地原本的地貌，打造适合菱角鸟生活环境。这20多年来，上济要记录到10收的鸟仔收，孵出16只的鸟仔囝，福育的成果真好。97年夺封列做国家级的南马地。洲仔湿地不仅提供市民近距离观察自然的空间，也是湿地保育与生态教育的重要据点，展现都市与自然共存的可能。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表示，今年可能是因为菱角鸟拄换毛，较大也无看到菱角鸟做的收，嘛有可能是适合做收的印度荇菜叶啊也无够多。目前联盟也持续观察当中。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永昌报道。金蕉若是放久是会乌去卖烂去。英国即马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就改良一种新的品种。这款金蕉呢，就算甲金蕉皮掰落来，放12点钟后，而且金蕉阁会真青，嘛袂变色。按算伫几个月内，就会当伫美国和加拿大卖着。这片的金蕉接触到空气了后，就开始变乌烂去。为了要延长金蕉保存的期限，英国一间生物科技公司是去改良金蕉基因。We know the gen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browning of the banana fruit, so we have modified these genes, and therefore now our non-browning bananas that you can cut them, and they will remain fresh and yellow for much longer. 研究人员讲，金蕉会变乌发生血变，是因为因内面的多酚氧化酶在作怪。因找出金蕉内面会产生多酚氧化酶这种两倍质的基因，运用基因剪辑的技术，予伊识透金蕉内面的多酚就较袂较紧来氧化，就较会保持原来的色。实验证实改造的金蕉皮剃掉了后，放12点钟嘛袂变色。研究人员认为讲，经过改造的金蕉会当食时间嘛变长啊，会当减少无彩食物，而且减少供应链25%的碳排放。除了这个好处，这间公司嘛讲，因使用的技术和传统的机改无同，新品种的金蕉唔是机改作物，不过一般英国民众的接受度就在人啊。But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mess them about. Otherwise, they end up in the freezer and they just live there forever. And apparently, they'll be used for banana bread one day, but never seems to happen. 业者讲，目前改良的金蕉已经得到菲律宾、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会当卖，几个月后，伫这所在超市就会当买得到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外岛22度至31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
根本就毋是做头家的料啊！做头家当然是技术，是甲人